娘家的脸都给我丢尽了！哼！这是中国的长臣，出在中国的少林，刚强有力。折子，你这道拳打得不错，只是你现在的气呀，有点太浮了，所以一定要把气沉下去，这样才是我们真正的中国功夫。我知道了，虎姑娘。我很喜欢中国。哦，他说他太喜欢中国的功夫，教教我。他想学点中国功夫。那好吧，折子，你去教教王子。抬个呗。王子殿下，皇帝陛下来电话，叫您赶快回去。看来我们只好明天再见了。哦，谢谢你，再见。不客气。再见。亲王殿下，什么事？报告殿下，我的判断没有错误，一定有一个假的亲王。芬考特少校，是殿下。你白做了驻中国的武官了，必须把你自己的思维纳入国际关系的轨道，这样你的头脑才会清醒些。中国的特使有诈，就是谢罪不诚心诚意，就是对大德意志帝国不公。你知道皇帝陛下要中国皇帝的特使前来谢罪，他的用意到底何在？是为了密切与中国的接触，使中国重视我们在中国的利益。是的，可是你为什么不能按照这个用意去行事呢？也许你永远也忘不了克林德的被杀和在中国遇到的反抗。要知道，即使是克林德的死，在国家的利益面前也是微不足道的小事。所以你必须要重视我刚才对你讲过的话。亲王殿下，我还是认为他们前来谢罪绝不是诚心诚意的。那个载沣甚至在利用向公主求婚来戏弄我们。求婚？他向公主赠送了戒指。公主收下了吗？收下了。我看这件事你不要管了，由我来查问。是。陛下，亲王来了。利物浦，进来，坐下。太子和公主他们去看了中国特使吗？是的，是芬考特陪他们去的。特使还给了他们衣服，吃了中国的菜。回来以后，他们还特别夸奖了中国厨师烧的菜。可是我听到的
不仅仅是这些，还有他们还送了戒指。我正要向陛下解释中国特使送给公主戒指的事情。够了！来人，把菲利斯给我叫来。是。公主殿下，陛下有请。把手伸出来。哼，不知羞耻！你把大德意志皇家的脸都给我丢尽了！哼！菲利斯，你听妈妈对你说。不听。孩子，你不要这样，不要再哭了。我就这样，走开，你们都走开。报告陛下，皇家卫队已经全部集合完毕，请您下达行动的命令。陛下不能这样做，我们要考虑后果，考虑后果。不能容忍如此卑劣的玷污。陛下，我们还不了解内情，怎么好就对异国特使如此粗暴？粗暴！我可以马上把他杀掉。如果陛下这样做，那么中国特使完全没有必要来谢罪。你说没有必要？是的，按照陛下的逻辑，中国可以把克林德杀掉。哼！陛下，陛下，亲王说的对，我们暂时还不能动手。为什么？因为来谢罪的中国特使很可能是假的，并不是真正的载沣。你说什么？假的？是的。你知道真正的载沣有什么特征？亲王殿下，我已经给驻华公使穆穆阁下拍了电报，他会很快把情况电告回来，把他们的驻地警戒起来。是，陛下，我马上去。左右左。